大家好，我 ETF。咁今日想講下髮型屋同單剪鋪嘅分別啦，即係 salon 同一啲單剪啊、速剪啊嗰啲鋪頭個分別啦。咁你單剪就一個字平，係啦，就梗噶啦，有頭髮落地俾錢完，就咁簡單，係啦。理論上你係冇乜要求嘅。係啦，咁第二就係你嘅要求亦未必達得成啊。咁 salon 都好服嘅，而家係啦。咁轉頭再講原因。咁但係如果你話 salon 同單剪嘅分別，就 salon 譬如至少有洗頭啦，係啦，即係多咗洗頭服務啦，同埋你可以有啲嗌嘢飲啊，即係有啲 service 咁樣啦。個空間同位置都比較舒適啲啦。同埋髮型師，即係設計師啊，髮型設計師啊，就會同你去研究你適合啲咩髮型啊，你中意咩髮型啊，你想要啲咩髮型啊，同埋有 chemical 嘅嘢啦，電啊、染啊、treatment啊嗰啲都可以做啦。係啦，咁單剪係冇啊，純粹入去俾錢，有頭髮落地短咗就係咁啫。係啦，所以其實好多奇形怪狀嘅髮型都，不如首先講下單剪裏邊嘅可唔可以叫髮型師咧？係咁都可以嘅嚇，即係佢做到嘅。同埋有啲單剪嘅髮型師咧，其實都係 salon 嘅髮型師去演變嘅。咁點解會咁咧？咁其實如果你做咗 salon 而可能其實佢做客方面咧冇咁好啦，即係同人嘅溝通未必咁好，或者咁中意同人溝通咧。其實佢做過單剪嘅髮型師咧都唔差嘅，因為佢唔使同人溝通，其實即係你中意剪咪得嘅。其實即係如果你俾我係作為一個新手咧，即係例如我係啱啱準備做師傅啦，salon，跟住又學咗咁上下剪頭髮，然之後想揾好多真人去練習。其實你去速剪做練下手都幾好。因為第一裏邊嘅人咧，即係裏邊嘅客啦，其實就個要求真係唔大，即係嗰個要求就係你唔好剪親佢，同埋唔好即係太離譜啦嚇。咁其實就得㗎啦。咁你可以試好多嘢，我覺得。即係其實我都想話人嘅，即係如果有機會有邊間速剪單剪想請我去客串一日，我都樂意嘅。其實即係我想試下我速剪嘅速度同埋回收係。咁第二樣嘢就係剪到底係點同人溝通嘅咧？咁嗰個溝通咧，其實就我覺得就冇乜㗎。點解咁講咧？譬如 QB 呢間嘢咧，我成日喺 IG 彈出嚟咧，認證咧係佢叫我認證嘅，即係佢就可能佢覺得我好想去做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就睇佢個認證條件係咩啦。咁佢就話你就算係一張白紙啊，咩都唔識嘅，未做過呢行嘅，然之後你加入我哋公司咧就有半年嘅 training 啊，半年 training 係啦，train 好咗你咧，你就可以落場去做一個 QB House 嘅髮型師啊，專業嘅係啦，咁就好多海外培訓啦，同埋有晉升機會啦，店長嗰啲唔知咩啦嚇。咁好啦，如果喺我個世界啊，係啦，喺個髮型世界啊，你要學識晒一套嘅基本剪髮功咧，淨係學識啫，未計操練，其實都可能要用 basic， 都要用1年時間，我覺得。再加上練習，嗱練習就好難講嘅，練習你。我唔知一日剪10個定剪20個定剪30個公仔頭或者真人頭，即係你越練得多就一定係越叻㗎啦，即係你一定會進步嘅。即係好簡單嘅就係剪頭髮呢樣嘢，你識咗嗰樣技術之後咧，你苦練啦、操練啦、鍛鍊啦，不停咁練啦，夠練難練，其實你係一定會有進步嘅。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。咁你同我講話用半年時
注意前方路段實施科技執法違規露營。你當用半年時間就可以去成為一個專業嘅髮型師咧？呢句係 bullshit 嘅，即係我聽完係屌咗出嚟一個心，都唔係個心，直接屌你老味 QB， 即係我都明點解咁多人會中伏啦。你咁樣我講完，你都明你。即係我當年學剪頭髮都用咗，咁當然個氣氛唔同啦。以前我諗我淨係剪公仔頭都剪咗1年，跟住第2年先開始揾真人頭，即係真人 model。跟住我諗我要剪超過200個人，我先敢去收人哋一個費用。即係嗰陣頭200個人生頭200個頭都係免費嘅。跟住我開始收第一個人嘅錢，其實當時期我都係循例收50蚊嘅，我記得，即係一餐飯錢咁樣。當年咁然之後咧，去到後期，其實我當年就冇單剪啦。如果當年有單剪咧，其實我諗我都會單剪做，因為係練到好多嘢啊，我覺得。咁我係去咗一啲所謂劈場啊，加魯威啊，以前加魯威嘅 wave 好難劈嘅，而家冇咗。咁一日平均都剪10零個，係，因為真係嗰陣係 walk in 88，我記得係啦。佢入到嚟問你揀108師傅定88蚊師傅，係啦。咁係都係我嚟㗎，88同108都係我嚟。咁啊好玩咯，係咯，同埋練到好多手啦，同埋就好多 chemical 咧，你係要學同埋自己嚟嘅。以前即係我而家有 technician 啦，係啦，即係其實我 salon 出身咧，一間 salon 係咁 technician 另外一個題目嚟嘅，咁我就喺另外一條片會同大家去分享。咁其次就係即係而家講翻都係練剪頭髮嗰樣嘢啦。咁好多人覺得剪頭髮其實咧就唔難嘅，真係剪公仔頭同剪真人頭係有分別，但係唔係想象中咁難。